2025年3月16日大齋期第二主日，天主，你既吩咐我們聽從你的愛子，求你以你的話啟迪我們，並淨化我們心靈的眼目，使我們歡欣地享見你的榮耀。因你的聖子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，他和你及聖神，是唯一天主，永生永王。亞孟。創世記15章1至12、17至18節。上帝與亞伯蘭立約。這些事以後，耶和華的話在異象中臨到亞伯蘭，說：亞伯蘭啊，不要懼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你必得豐富的賞賜。亞伯蘭說：主耶和華啊，我還沒有兒子，你能賜我什麼呢？承受我家業的是大馬士革人以利以謝。亞伯蘭又說：看哪，你沒有給我後嗣，你看，那生在我家中的人要繼承我。看哪，耶和華的話又臨到他，說：這人不會繼承你，你本身所生的才會繼承你。於是耶和華帶他到外面，說：你向天觀看，去數星星，你能數得清嗎？又對他說：你的後裔將要如此。亞伯蘭信耶和華，耶和華就以此算他為義。耶和華又對他說：我是耶和華，曾領你出迦勒底的吾珥，為要把這地賜你為業。亞伯蘭說：主耶和華啊，我怎能知道我必得這地為業呢？耶和華對他說：你為我取一頭3歲的母牛犢，一隻3歲的母山羊，一隻3歲的公綿羊，一隻斑鳩和一隻雛鴿。亞伯蘭就把這些都取來，每樣從中間劈成兩半，一半對着另一半排列，只有鳥沒有劈開。當鷙鳥下來，落在這些屍體上時，亞伯蘭就把他們趕走了。日落的時候，亞伯蘭沉睡了。看哪，有大而可怕的黑暗落在他身上。日落天黑的時候，看哪，有冒煙的爐和燒着的火把從那些肉塊中經過。在那日，耶和華與亞伯蘭立約，說：我已賜給你的後裔這一片地，從埃及河直到大河，幼發拉底河。神的應許與亞伯蘭的疑惑。亞伯蘭啊，不要懼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你必得豐富的賞賜。亞伯蘭剛在創世記14章中打敗4王聯軍，救回侄子羅得，但他內心仍有懼怕。神親自向他顯現，安慰他，並應許成為他的盾牌與賞賜。主耶和華啊，我還沒有兒子，你能賜我什麼呢？亞伯蘭年紀已大，沒有子嗣，他開始質疑神的應許。當時的習俗中，無子嗣的婦人通常會讓家中婦人繼承財產，因此亞伯蘭以為大馬士革的以利以謝會是他的繼承人。這人不會繼承你，你本身所生的才會繼承你。神明確地向亞伯蘭重新應許，他的後裔將會從自己而出，而不是別人代替。數天上的星星，代表亞伯蘭的後裔將極其繁多，如天上星辰般無法數算。亞伯蘭信耶和華，耶和華就以此算他為義。這是因信稱義的基礎。亞伯蘭因信神的應許，被神看為義人。新約羅馬書4章3節，
加拉太書3章6節也引用這節經文，強調信心比行為更重要。神與亞伯蘭立約，我是耶和華，曾領你出迦勒底的吾珥，為要把這地賜你為業。神提醒亞伯蘭，他是帶領他的神，現在應許給他一片地業。主耶和華啊，我怎能知道我必得這地為業呢？亞伯蘭尋求確據，這不是懷疑，而是渴望更多的保證。神吩咐亞伯蘭準備動物獻祭，3歲的母牛、母山羊、公綿羊、斑鳩、雛鴿，這些動物在後來的律法中也常用於祭祀。亞伯蘭將動物劈開，按照古代割約 covenant cutting 的方式來立約。當鷙鳥禍患的象徵來搶食時，亞伯蘭將他們趕走，象徵保護神的約。日落的時候，亞伯蘭沉睡了，有大而可怕的黑暗落在他身上。黑暗象徵神的臨在，也預示以色列人未來在埃及的苦難，後來的400年奴役。看哪，有冒煙的爐和燒着的火把從那些肉塊中經過。神自己以火的形態經過肉塊，正式與亞伯蘭立約。在古代割約儀式中，通常是雙方要從被劈開的動物中走過，象徵如果違背約定，將與這些動物一樣被劈開。但這裡只有神自己走過，表示這個約是單方面由神負責成就的。我已賜給你的後裔這一片地，從埃及河直到幼發拉底河。神正式應許亞伯蘭的後裔將承受迦南地。神學與應用，你是否願意信而信服？亞伯蘭沒有完全理解神的計劃，但他選擇相信，這是我們應當學習的榜樣。當你不明白神的帶領時，你願意憑信心信服嗎？神的應許一定會成就，神的話語不會落空，他所應許的必然成就。但應許的實現有時需要等待。亞伯蘭等了多年才得以撒，我們是否願意耐心等候？神為我們立了更美的約。新約中，耶穌以自己的血與我們立約，這比亞伯蘭的約更美更堅固。希伯來書9章15節。你是否已經接受耶穌基督的救恩，進入神的新約？詩篇27篇1至14節。讚美的禱告。耶和華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還怕誰呢？耶和華是我生命的保障，我還懼誰呢？那作惡的就是我的仇敵，前來吃我肉的時候就絆跌附倒。雖有軍隊安營攻擊我，我的心也不害怕。雖然興起戰爭攻擊我，我仍舊安穩。有一件事，我曾求耶和華，我仍要尋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，瞻仰他的榮美，在他的殿宇裏求問。因為我遭遇患難，他必將我隱藏在他的帳棚裏，把我藏在他帳幕的隱密處，將我高舉在磐石上。現在我得以昂首，高過四面的仇敵。我要在他的帳幕裏歡然獻祭，我要唱詩歌頌耶和華。耶和華啊，我呼求的時候，求你垂聽我的聲音，求你憐憫我，應允我。你說，你們當尋求我的面，
那時我的心向你說：耶和華啊，你的面我正要尋求，求你不要轉臉不顧我，不要發怒趕逐你的僕人。你向來是幫助我的，救我的上帝啊，不要離開我，也不要撇棄我。即使我的父母撇棄我，耶和華終必收留我。耶和華啊，求你將你的道指教我，因我仇敵的緣故引導我走平坦的路。求你不要把我交給敵人，遂其所願，因為妄作見證的和口吐凶言的都起來攻擊我。我深信在活人之地必得見耶和華的恩惠。要等候耶和華，當壯膽，堅固你的心，要等候耶和華。腓立比書3章17至4章1節，向着標竿直跑。弟兄們，你們要一同效法我，也當留意看那些效法我們榜樣的人，因為我屢次告訴你們，現在又流淚告訴你們，許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敵，他們的結局就是滅亡。他們的神明是自己的肚腹，他們以自己的羞辱為光榮，專以地上的事為念。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，並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穌基督從天上降臨。他要按着那能使萬有歸服自己的大能，把我們這卑賤的身體改變形狀，和他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。我所親愛、所想念的弟兄們，你們就是我的喜樂，我的冠冕。我親愛的，你們應當靠主站立得穩，效法屬靈的榜樣。弟兄們，你們要一同效法我，也當留意看那些效法我們榜樣的人。保羅並不是在誇耀自己，而是因為他全心跟隨基督，願意成為門徒的榜樣。基督徒需要有屬靈的導師和榜樣，學習如何活出信仰，遠離十字架的仇敵。我屢次告訴你們，現在又流淚告訴你們，許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敵。這些仇敵可能是偽信徒，口稱基督，行為卻否認他；只注重律法主義或放縱情慾的人，他們的結局就是滅亡。他們的神明是自己的肚腹，他們以自己的羞辱為光榮，專以地上的事為念。肚腹象徵物質享樂，這些人只關心自己的慾望與私利，以羞辱為光榮，只活在罪中卻自以為正確，甚至以邪惡為榮，專以地上的事為念。這些人完全沒有屬天的盼望，只關注現世的享樂與成功。天國的盼望，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，並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穌基督從天上降臨。基督徒的身份是天國的子民，我們不屬於這個世界。我們的盼望不在地上的成就，而是等候基督再來，使我們得着真正的榮耀。他要按着那能使萬有歸服自己的大能，把我們這卑賤的身體改變形狀，和他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。當基督再來時，我們會得着榮耀的身體，如同耶穌復活後的身體，超越一切衰敗與死亡。這是基督徒最大的盼望，最終的榮耀與復活。要堅定站立在主裏。我所親愛、所想念的弟兄們，你們就是我的喜樂，
我的冠冕。我親愛的，你們應當靠主站立得穩。保羅稱信徒為他的喜樂和冠冕，表達了他對他們的愛與驕傲。我們要在基督裏站立得穩，不被世界動搖，也不讓敵基督的勢力影響我們的信仰。神學與應用，你是否在效法屬靈的榜樣？我們需要尋找並學習那些真正愛主、忠心跟隨基督的人，而不是被世界的價值觀影響。你是否有屬靈導師？是否也成為別人的榜樣？你是十字架的朋友還是敵人？你是否只追求物質與享樂，忽略了神的國度？你是否有時以罪為樂，而不覺得羞恥？我們要在基督裏不斷悔改，活出與福音相稱的生命。你是否真正盼望基督的再來？你的眼光是專注於地上的成就，還是天上的榮耀？當耶穌再來時，我們要預備好自己，迎接榮耀的復活。路加福音13章31至35節，為耶路撒冷哀哭。就在那時，有幾個法利賽人來對耶穌說：離開這裏到別處去吧，因為希律想要殺你。耶穌對他們說：你們去告訴那個狐狸，你看吧，今天明天我趕鬼治病，第三天我的事就成了。雖然這樣，今天明天後天我必須向前走，因為先知是不可能在耶路撒冷之外被害的。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殺害先知，又用石頭打死那奉差遣到你這裏來的人。我多少次想聚集你的兒女，好像母雞把小雞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可是你們不願意。看吧，你們的家要被廢棄。我告訴你們，你們絕不會再見到我，直到你們說，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。法利賽人的警告：離開這裏到別處去吧，因為希律想要殺你。這些法利賽人可能是真的擔心耶穌的安全，或者只是想讓他離開該地。希律安提帕是當時加利利和比利亞的王，曾殺害施洗約翰，現在也對耶穌充滿敵意。耶穌對希律的回應：你們去告訴那個狐狸。耶穌稱希律為狐狸，象徵他的狡猾與詭計。他表明自己不受世上政權威脅，仍要完成神的計劃。今天明天我趕鬼治病，第三天我的事就成了。這可能暗示他的死亡與復活，或表示他的事工將按神的時間完成，無人能阻擋。今天明天後天我必須向前走。耶穌知道他的使命，並不會因人的威脅而退縮，因為先知是不可能在耶路撒冷之外被害的。耶穌預告自己將在耶路撒冷受難，因為這座城歷來殺害神的使者。耶穌對耶路撒冷的悲嘆：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！重複的呼喚表達他深切的悲痛與愛。你常殺害先知。耶路撒冷曾拒絕神的先知，如以賽亞、耶利米等，如今也拒絕彌賽亞。我多少次想聚集你的兒女，可是你們不願意。耶穌渴望拯救這城，但人心剛硬，不願悔改。你們的家要被廢棄。
預言聖殿將被毀，70年羅馬軍隊攻陷耶路撒冷，直到你們說，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。這句話來自詩篇118篇26節，指向彌賽亞的榮耀再臨。人們拒絕耶穌，但將來他再來時，他們終將認出他是主。神學與應用：你是否像耶穌一樣堅持神的呼召？耶穌不被恐懼動搖，他堅定遵行天父的旨意，我們也該如此。你是否因環境或壓力放棄神的計劃，還是勇敢走信仰的道路？你是否曾像耶路撒冷一樣，拒絕神的恩典？耶穌渴望拯救人，但許多人剛硬不願悔改。你是否在某些方面抗拒神的帶領？今天就回應他的呼喚吧。你是否預備好迎接耶穌的再來？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。耶穌將再來，我們是否預備好迎接他？讓我們每天活在敬畏神的心，忠心侍奉他。讓我們同心禱告。親愛的天父，感謝你在亞伯蘭的生命中顯明你的信實，讓我們學習他的信心，無論環境如何變化，都緊緊抓住你的應許。主啊，幫助我們在困難中不失去信心，在等待中不灰心，在挑戰中仍然依靠你。主耶穌，感謝你用寶血為我們立下新約，使我們得以憑信稱義。求你堅固我們，使我們在生活中活出對你的信靠，知道你的應許永不落空，因為你是信實的神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，阿門。